来关心国际上的大消息，这是西班牙、葡萄牙甲法国的巴斯克地区昨昏熊熊大规模停电。目前加载的电已经恢复9成，因为这届欧洲大停电真罕见，已经确定不是攻击。有专家认为可能是极端温差，害高压电网反常各样才安尼。 经过几啊点钟的大停电，总算伫入暝了后，电来啊，马德里家家户户拢倒起来，规社区欢喜甲化休。而北中昼过后，熊熊大停电，互规个伊比利半岛陷入混乱。西班牙甲葡萄牙陆空交通大拍干，地铁站、火车站拢停落来，公车拢去到满，机场旅客面对大规模的延迟，拢降气。 sobresaltadas porque si no conseguimos volver a Barcelona, de ahí tenemos que tomar el avión para nuestro país. Y si perdemos el vuelo， 目前已经初步排除大停电是因为罢工，暗过原因依然在调查。There are no evidence that was any cyber attack. 这场大停电伫欧洲真罕见，尤其短短5秒内就失去150亿瓦的发电量，相当西班牙全国电力需求6成。 But I can tell you from data that we have kind of talks about how about 87% of power outages are caused by weather or natural disasters. But there is a surprising 12% are caused by system inadequacy. 英国《卫报》报道，葡萄牙总理表示，大停电原因关键可能出在西班牙电网问题。葡萄牙电网营运商 REN 是认为，应该是极端温差引起高压电网异常震动。这种叫做诱发性的大气震动，是快速气温变化，或者是长时间继续极端气温造成，真罕见。不过专家拢知影这种风险确实存在。不过欧洲毋捌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停电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爱过研究？公司新闻，红如梅报道。